當趁耶和華可尋的時候尋找他，在他接近的時候求告他。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應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憫他。奉聖父、聖子、聖靈，三一上帝嘅聖名，阿門。我哋同唱開會詩，復興我。求主更新復興我，讓我禱告到達你寶座前，打開天窗，傾福賜下，渴慕你靈來充滿我。求主一生用我，願你旨意行在我一生中，每天更新，過得聖生活，榮耀你，天天分享主愛。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你為大，獻我心，獻我靈，讓我進到你慈愛居所。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主為大，獻我心，獻我靈，燃亮我，再次復興我。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你為大，獻我心，獻我靈，讓我進到你慈愛居所。我的心與我靈，願意一生尊主為大，獻我心，獻我靈，燃亮我，再次復興我。上帝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嘅慈愛。預苦期係上帝與人同行嘅旅程，喺靜思、悔罪、禱告之中，求主聖靈帶領我哋進入深刻嘅反省，引導我哋歸向上帝，生命得着更新，能信靠順服跟隨基督。弟兄姊妹們，我哋若信自己係無罪，便係自欺，真理唔再喺我哋心裏邊。讓我哋喺聖潔上帝嘅面前靜默片刻，省察自己嘅罪。我哋虔誠認罪。慈愛嘅上主，在跟隨你嘅路上，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以自己嘅想法取代你嘅教導，以自己嘅喜惡代替上帝嘅吩咐，以致常常陷入各種嘅矛盾、掙扎和試探之中，得罪了你，傷害了他人，又使自己遠離你救恩嘅路。求主因基督嘅十架饒恕我們過犯，塗抹我們嘅罪孽，並再次藉你嘅聖靈堅立我們，賜我們信心，走在天國嘅路上。阿門。求主憐憫我們，基督憐憫我們。
穌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哋嘅罪，使到我哋既然喺罪上死，就得在義上活。因他受嘅懲罰，我哋得平安；因他受嘅鞭傷，我哋得醫治。上帝更新我。上帝更新我，使我心歸你。上帝更新我，願我更像你。主你是陶匠，將我陶造，求你塑造我，這是我禱告。上帝更新我，使我心歸你。上帝更新我，願我更像你。主與你們同在。喺呢個時候，我哋彼此嘅問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嘅上主，我哋生活喺一個是非錯對早已模糊不清嘅世界中，自我同埋放縱不斷蠶食我哋嘅良知，叫我哋睇不見上帝嘅恩召。主啊，求你憐憫我哋，讓我哋領悟自己嘅罪污對自己同埋他人造成嘅傷害同埋影響，並將要承受嘅後果。求主讓我哋及早回轉悔改，一心歸向你。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我哋進入聖道禮，我哋先唱一首詩，頌主嘅385，潔淨我。洗去白衣，使我
舊約引題喺以賽亞書55章，係先知敷衍上帝嘅子民要依靠主，離棄自己嘅惡行。書信引題哥林多前書10章，保羅用以色列人嘅例子嚟告誡我哋不要貪戀惡事，縱容自己犯罪。請讀經。舊約聖經以賽亞書55章1至9節：來，你們所有乾渴的，都當來到水邊；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都來，買了吃，不用銀錢，不付代價，就可買酒和奶。你們為何花錢買那不是食物的東西，用勞碌得來的買那無法使人飽足的呢？你們要留意聽從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當側耳而聽，來到我這裏要聽，就必存活。我要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給大衛那可靠的慈愛。看啊，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立他作萬民的君王和法令者。看啊，你要召集素不相識、素不認識的國民，素不認識的國民要奔向你。這都因耶和華你的上帝，因以色列的聖者已經榮耀了你。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在他接近的時候求告他。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應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華就必憐憫他。當歸向我們的上帝，因為他必廣行赦免。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這是耶和華說的。天怎麼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10章1至13節：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都在雲裏海裏受洗歸了摩西，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糧，也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跟隨着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們中間多半是上帝不喜歡的人，所以倒閉在曠野裏了。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使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貪戀過的一樣；也不要拜偶像，像他們中有些人曾拜過。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吃喝，起來玩樂。我們也不可犯奸淫，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犯過，一天就倒閉了23000人。也不可試探主，像他們中有些人曾試探主，就被蛇咬死。你們也不可發怨言，像他們中有些人曾經發過，就被毀滅者所毀。這些事發生在他們身上，要作為鑑戒，而且寫下來，正是要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為站得穩的人必須謹慎，免得跌倒。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實的，他不會讓你們遭受無法承受的考驗，在受考驗的時候，總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讓你們承受得了。這是上主的話。謝讚美主。
讓我哋肅立聽從福音。耶穌基督，求你光照我們。耶穌基督，求你光照我們，使我心靈若幻觀憂慮。耶穌基督，求你光照我們，讓我心靈認識你的愛。讓我哋肅立聽從福音，願平安與你同在。恭讀主耶穌基督嘅福音，記載喺路加福音13章1至9節。正當那時，有些在場人把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摻雜在他們祭物中嘅事告訴耶穌。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同樣要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塌，壓死了18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照樣要滅亡。於是耶穌用比喻說：有一個人在葡萄園裡栽了一棵無花果樹，他前來在樹上找果子，卻找不到，就對園丁說：看啊，我3年來到這棵無花果樹的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佔土地呢？園丁說：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樹周圍挖開土，加上肥料，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耶穌基督，求你光照我們，使我心靈沒有懷疑與憂慮。耶穌基督，求你光照我們，讓我心靈認知你的愛。而家係正道嘅時間，我哋嘅恭請陳喬森牧師。願恩惠平安從我哋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我哋都謹代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康堂嘅弟兄姊妹向合一堂嘅弟兄姊妹問安。我哋開始嘅時候先有個祈禱。親愛恩主，我哋真係確實要嚟到你嘅施恩寶座前，去向你禱告，求你應允我哋喺悅納嘅時候，就係應允我哋喺拯救日子嘅時候幫助我哋。求你都幫助我哋有勇氣嘅面對我哋自己內在好多嘅不足，我哋嘅軟弱。有好多時候我哋常常嘅都喺我哋自己軟弱裏邊跌倒犯錯而不自知。祈求主你都真係開恩可憐我哋，常常嘅藉着聖靈提醒我哋對罪有所敏感，亦都願意嘅常常嚟到內室去到向你去懺悔，並且有悔改嘅行動。求聖靈你更新我哋嘅意念，讓你進入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掌權作王。因為我哋知道你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你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願你就咁樣幫助我哋體察得到你嘅心意，又喺靈裏邊我哋睇到，當我哋願意跟從你嘅時候，得到嗰份嘅滿足喜樂。
亦都讓你嘅話成為我哋嘅力量同埋幫助。當孩子喺你面前講解你話語嘅時候，求你開恩可憐我呢個罪人。禱告奉耶穌名字，阿門。喺1517年嘅10月31號，喺呢個威丁堡大教堂嗰度，本身呢個地方寂寂無名，一個嘅小鎮。呢個嘅教堂有一位仁兄就叫馬丁路德，當時都冇乜人認識佢，就係呢個佢喺威丁堡大學裏邊一個任教一個嘅大學嘅教師，亦都係奧古斯丁修會嘅修士。佢就喺嗰個教堂裏邊就釘咗一個嘅95條嘅論綱。其實喺當時呢，就邀請啲人一齊去探討同埋辯論有關贖罪券嗰個嘅問題。其實呢個95條嘅論綱第一條就講啦，話當我主耶穌基督你就咁講嘅話，叫我哋你們應當悔改。佢嘅意願就係希望信徒可以畢生嘅致力悔改。所以呢95條論綱雖然呢，佢當時係作為一個學術嘅討論文件，邀請人去參與討論，但係馬丁路德所關切嘅就係我哋信徒喺信仰生活當中個實踐嘅課題，亦都係我哋一生不斷嘅為自己嘅罪要認罪悔改。所以今日嘅經文同我定嘅題目就係悔改，即係你聽到嘅時候就唔好覺得哇，好似阿陳牧師你冇乜諗過題目喎，就咁擺悔改兩個字落去。你留意今日方經課，其實就好強調緊悔改呢件事。要講悔改之前，我哋翻返去馬丁路德眼中，原來我哋人生裏邊好多罪嘅一啲試煉或者考驗。其實呢啲嘅考驗，呢啲試煉，正正係引發我哋屬靈生命成長嗰個途徑。藉着人生不同嘅一啲嘅考驗，使到我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咁除去自己心中嘅一啲嘅自義同埋妄想，承認我哋真係好需要上帝嘅恩典。呢個亦都係馬丁路德自己親身嘅體會。所以回顧佢自己屬靈經歷嘅時候，佢成日都提到，佢話我從前係一個好敬虔嘅修道士。佢嘅生活真係無可指責，佢係常常認為自己係一個大罪人。佢喺上帝面前坐立不安，佢良心不斷嘅去嚟自我嘅控告，無法相信自己所做一切可以補贖罪嘅功德，可以取悅上帝，甚至可以討上帝喜悅，絕對唔得。所以就係呢種咁深切、咁真誠嘅反省同體驗，推動佢後嚟一路去發展出嗰個叫做唯獨恩典呢一個嘅信念。當然呢一個信念亦都係從聖經裏面出嚟，唔係馬丁路德自己自創。佢好深刻嘅體會得到聖經裏面嘅話，以至到佢體會得到人好需要上帝嘅恩典，亦正正要唯獨恩典，我哋先至能夠得拯救。親愛弟兄姊妹，我哋今日一齊去讀路加福音13章1到9節呢段嘅經文，都係嘅，同時提醒我哋悔改好重要。耶穌用咗個比喻話俾我哋知，神嘅恩典係有好寬廣嘅，有寬限期，但係唔好忘記，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嘅生命負責，並且需要及時嘅悔改。如果我哋讀今日路加福音13章1至9節嘅經文，我哋就知道其實就係同上個主日嘅經課啱啱緊接嘅一個經課嚟嘅。呢度就講到耶穌作為彌賽亞要走喺耶路撒冷道路上面，路加就將呢一個朝聖嘅旅程一路咁樣推到一路慢慢邁進向耶路撒冷。其實就講緊門徒嘅生命建立嘅一條旅程。如果你睇路加福音從第9章開始一路去到第19章尾，耶穌都喺呢個路途上不斷嘅教導門徒，要跟從佢係一個點樣嘅形態，點樣嘅樣式，要點樣去做，先至能夠可以叫做跟從耶穌。所以我哋如果睇呢個段落，一路再睇前啲嘅時候，由12章1節去到13章9節，正正就係挑戰緊門徒，將來要有審判啊！你要好好嘅預備自己。所以從呢度咁睇嘅時候，我哋睇到，無論點樣嚟睇都好，今日嘅經課好明顯、好清晰、好鮮明嘅主題就係悔改。所以我都冇疑點嘅，就將嗰個題目今日講到題目就叫做悔改。呢個亦都係我哋預苦期裏邊作為準備自己一個好重要嘅主題，悔改。
我哋先要悔改，先至能夠準備好迎接主嘅復活同埋更新。喺呢度講呢個比喻之前，咁其實耶穌都提到一啲嘅事嘅，包括係呢個比拉多殺害嘅事件啦，以及西羅亞塔樓嘅事件。呢啲嘅災難都引發咗人呢對於罪嗰個嘅思考。耶穌嘅回應就話，讓我哋明白，喂，呢啲災難唔係因為嗰啲人比其他人更有罪而面對啲災難，而係每一個人都需要悔改，否則喺上帝面前呢，都要呢面臨住上帝嘅審判。當時發生呢兩件不幸嘅事，一件就西羅亞塔樓啦，壓死咗啲人啦，跟住比拉多喺聖殿裏邊將加利利人殺咗啦，同埋將嗰啲祭物混埋一齊啦。呢啲對於猶太人嚟講，喂，佢哋都知道面臨遭遇死亡嘅人都係一啲有罪嘅人，覺得嗰啲係罪有應得嘅。但係耶穌佢係同佢哋講，喂，唔係邊啲更有罪啊？要留意翻，唔係嗰啲死咗嗰啲人就因為罪有應得而壓死咗而受難。而且耶穌更加講，冇事嘅人啊，你而家安然無恙嘅人，同樣睇到呢啲事情，唔好自以為義。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呢悔改，如果唔悔改，一個一個都會跟住佢一齊滅亡。換句話講，佢哋嗰班人而家冇事，好似都相安無事，如常生活，但係同樣嘅都要面對翻我哋自己。所以好有意思嘅，當講完呢兩件嘅塔樓事件同埋呢個死人嘅事件嘅時候，佢哋係好明白、好清楚。接住落嚟，耶穌就講頭先講個比喻，有個園子就係呢，有個種咗棵無花果樹，3年冇果子，諗住斬咗佢啦。跟住管園嘅就話慢啲啦，等我再去掘開土，加咗肥料，如果再結果子嘅就可以啦。如果唔得嘅，先至再斬啦。其實呢個都係講緊，喂，係啊，上帝有寬限期，有一啲嘅寬免，但係呢，我哋都要及時嘅要結出果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去分享嘅時候，就係個悔改係好必要，因為我哋每個人都係罪人，無論喺思想、言語、行為上面，都需要即係悔改，意識到我哋自己都好多嘅不足，好多嘅限制，要回到上帝嘅面前，好好嘅去嚟認罪。好多時候我哋都冇留意到喺我哋生活當中，或者我哋做嘅決定，我哋所做嘅事，有啲時候可能都看似好合理，但係係咪真係好似如上帝想期待我哋想做嘅呢？正正今日耶穌喺福音書裏面講話，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其實一個好似好重嘅一個嘅境界，但係喺裏邊上帝其實帶出呢一個嘅好似誡命，要我哋悔改嘅同時，亦都有無盡嘅恩典係包底嘅。路加福音13章1到9節嗰度就其實講緊，喂，無花果樹預表住以色列嘅百姓，呢個藉住呢個比喻話俾以色列百姓聽，叫你悔改，要結果子，如果唔係否則呢，嗰個災難係好恐怖，審判會嚟到。其實呢啲都係不斷嘅藉着先知去嚟呢同以色列人去講。不過佢哋可能就覺得都係咁啫，都係如常生活，都冇事。其實上帝藉着耶穌基督喺呢度講緊，喂，其實耶穌好憐憫呢班嘅人，就好似個管園子嘅咁樣，一直向個園主去求情，喂，俾次機會啊，再寬限多啲啊，可唔可以有機會可以呢？就再多啲？如果按住上帝審判標準，根本冇人能夠承擔得到嗰種嘅後果。所以我哋真係好需要上帝嘅憐憫同埋恩典，而且上帝真係一直嘅幫緊我哋，一直嘅就好似嗰個管園嘅向上帝去求情一樣。所以耶穌講呢個無花果樹呢個嘅比喻嘅時候，講話，喂，3年不結果子，日子唔短。如果按住結果子嘅週期，至少我唔係種嘢嘅，我都知可能你1年都會有啲收成啩。你可能有啲嘅叫做有啲嘅叫做農作物，佢收成好啲嘅時候，個週期可能再短啲，可能3個月一季一次都會有結果子啩。你3年都不結果子，你又難怪嗰個園主話，喂，我斬咗佢啦，可能我種第二樣嘢，可能仲有效果啊，係咪啊？所以管園嘅話叫佢再請求俾多1年時間，
或許嗰1年時間就係呢個無花果樹嗰個嘅結果子，正常要結果子一個嘅週期嚟嘅。所以呢度值得我哋思想嘅時候，就係回轉，就係讓我哋睇到上帝其實好大嘅豐富，好豐盛。我哋講到悔改，真係好需要聖靈光照我哋，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好多盲點，好多嘢我哋真係不自知。當然，亦都會咧好多時候呢，我哋係自知而陷喺罪嘅當中，而活喺罪中之樂，而唔願意走返出嚟，都會有。無論點都好啦，讓我哋都知道，其實上帝對我哋好好嘅，喺佢裏邊有好豐富嘅資源，有好豐富嘅恩典俾到我哋。有啲時候係我哋睇唔到，冇攞到，因為我哋甚至乎我哋唔願意去嚟呢行前多一步，為主嘅擺上更多。我還記得喺2019年開始啦。信義會靈康堂呢，就有機會呢同信義會另外一個社會服務單位，就係叫做長者專業服務隊啊。咁一齊嘅合作做啲咩呢？佢哋即係社工同事呢，就係負責啲院舍，即係私營安老院舍，即係唔係信義會開辦嘅私營安老院舍，一齊合作提供啲專業服務，包括係社工啦，有職業治療師啦、物理治療師啦，好多嘅團隊，成個團隊去嚟呢服務嗰啲嘅院舍。咁喺元屯天區嗰度呢，就開展咗。咁我哋呢都有幸可以同佢一齊合作，就透過呢視像 Zoom 又係啦，因為疫情幫咗我哋呢，就透過 Zoom 呢，就逢星期四，每個星期四呢都有嗰個叫福音節目。咁開頭就係福音節目啦，咁就讓一啲院舍嘅老友記可以呢聽福音，咁我哋就教聖經。咁而家開始一路咁樣去進步。由2019年到而家風雨不改咁做咗幾年啦，咁就係透過院舍嗰個嘅同事啊，同埋啲社工同事一齊協作，我哋星期四就做緊個祈樂學院教科課。其實一件好美好嘅事，即係睇到院舍嘅老人家佢冇辦法離開嗰個院舍，但係佢又可以透過而家科技，透過社會服務單位同事同埋堂會，可以認識福音。其實係一件好美嘅事嚟嘅。亦都咧係好值得做嘅事嚟嘅，但係呢，其實呢，你會睇呢件事係好美好嘅事。但係如果你問我，喺堂會嗰個發展嚟講呢，確實真係冇乜回報嘅。呢啲我哋睇到福音需要，佢哋又未必能夠自己返到教會，所以我哋呢，就咧喺堂會裏邊呢，就呢，你見到呢，我哋有2堂崇拜。嗱，大家千祈又唔好誤會，哇，2堂崇拜一定好多人啦咁。其實人就唔係多，不過我哋呢9點半嗰堂崇拜呢，就切合院舍嘅生態，就可以呢透過 Zoom 呢，可以呢喺嗰度呢，就9點半又返早堂崇拜呢，就可以喺嗰度崇拜。咁我哋呢啲都計唔到數嘅，亦都唔會計啦，因為我都唔知點樣去計嗰啲人數啦。其實呢啲真係好，我哋願意去服侍。即係又分享一個啦。今日講悔改，其實自己都要悔改嘅。曾經有一段嘅時間，即係我自己真係唔甘心嘅，我都同上帝講，我話喂，要服侍。老友記，亦都呢，我哋呢，除此之外呢，亦都好多啲嘅病危人士接觸得到，即係唔係我哋主動接觸嘅，係佢透過唔同嘅途徑嚟到堂會啦，有人介紹啦，或者院牧啦，好多各方各面呢都係嘅。無論身體有病嘅、情緒有狀況嘅，好多人都介紹過嚟，話要信耶穌，要返教會，甚至有啲係人生走到差唔多最後階段，話啊佢想信耶穌，想洗禮，可能洗完禮過2個禮拜。係啦，嚟緊就要同佢做安息禮拜啦。即係有呢啲嘅情況，其實我係見到呢個方需要，亦都值得做。但我真係確係真係有啲位，我自己都會同上帝講：喂，我唔甘心咁樣做喎，對堂會發展真係冇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幫助喎。我自己都要悔改。上帝話俾我知，正如今日以賽亞先知喺舊約經課話，佢嘅道路高過我哋道路。佢嘅意念高過我哋意念，佢讓我睇到我哋而家所服侍嗰啲病危人士，嗰啲老友記都係上帝所愛。堂會係咪都有呢份嘅福音嘅召命，去嚟承擔呢一班嘅人呢？可能有啲堂會冇一個咁嘅感動，亦都冇咁嘅能力做得到嘅時候，我哋能夠做到，上帝睇得起我哋呢個微小嘅堂會，能夠服侍到呢一班人嘅時候，點解我唔甘心呢？所以我自己都悔改嘅。都喺裏邊睇到上帝要我哋去服侍一啲有需要嘅人，佢一定會俾資源我哋。
唔單止會俾，仲豐豐富富嘅，可以呢讓我哋睇到唔會有缺，反而有餘。所以呢個亦都係路加福音6章38節嗰度話你要給人就給俾佢嘅，並且十足嘅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們嘅懷裏。即係其實我係體會得到上帝對一啲好有需要嘅人嗰種嘅恩典，嗰份恩情，差派堂會同工一齊去嚟服侍。所以自己喺服侍嘅過程裏邊都不斷嘅去檢視，都回轉就睇到一啲人有更大嘅需要，於是我哋願意行多一步。所以悔改另一方面，我哋睇到人真係有好大嘅需要，睇到佢哋真係好需要福音。我哋已經係活喺福音嘅裏邊，亦都有得到福音嘅好處。點解我哋唔用我哋有嘅去嚟行多一步，服侍啲有需要嘅人，同人去分享，將上帝恩典帶俾佢哋呢？呢個真係確實係好重要，亦都係今日呢好想我哋睇得到嘅，就係上帝好愛每一個人，包括一啲我哋看似真係呢有好多一啲嘅狀況嘅人，但係原來當我哋願意去服侍嘅時候，上帝呢會呢將恩典俾過佢哋，亦都呢將即係需用嘅資源會俾堂會。所以呢，呢一度我哋睇到，縱然有啲時候我哋做得唔好，但係上帝仍然嘅都呢好有耐性嘅，俾我哋機會繼續嘅去嚟跟隨佢。所以我哋喺基督裏邊有冇睇到人嘅需要呢？如果我哋唔喺基督裏邊嘅話呢，即使有啲貧窮人有需要嘅人喺身邊，喺你門口，你都會視而不見。但係耶穌就睇到一啲有需要嘅人，正正耶穌自己都係。你見到嗰幾年出嚟傳道嘅時候，最多係同咩人一齊？罪人、稅吏一齊食飯，接待一啲窮嘅人。呢啲就係耶穌佢自己嘅設定，就係耶穌佢自己喺裏邊嘅實踐。當我哋今日睇到舊約經課講到上帝嘅意念係好高嘅時候，其實就係佢寬容緊舊約裏邊嘅子民。如果我哋睇舊約嘅時候，好多時候都睇到個罪嘅循環，不斷嘅就係拜偶像，好多唔公義嘅事，好多一啲犯罪嘅事，上帝又繼續嘅憐憫佢，佢哋就懲罰完又再得到恩典，恩典之後又再犯罪，不斷嘅喺呢啲循環裏邊。其實我哋喺新約裏邊，我哋睇唔睇到上帝就係嗰位好滿有憐憫嘅上帝，佢嘅慈愛永遠長存。特別喺呢個預苦期裏邊，悔改係一個好其中一個重要嘅重點。悔改更加係我哋一生嘅操練，彼此嘅勉勵。所以回到開頭嘅時候，我提馬丁路德，佢之所以反對贖罪券，就正正就係因為贖罪券唔能夠當為推銷，一啲不當嘅推銷，誤導信徒以為買咗啲贖罪券就可以呢取代咗真實嘅悔改。而做好事做聖工就跟住呢，就覺得呢可以呢將功補過，呢種咁嘅觀念就當時呢就係錯咗，好危險。所以呢個就係呢當時馬丁路德點解要提出嚟，要希望羅馬天主教會有啲嘅反思，提出嘅改革。因為好多時候將功補過就呢忽略咗人需要自己認罪嘅嗰個必要性。所以喺預苦期間，我都鼓勵弟兄姊妹騰空多一啲嘅時間去反思下我哋自己生命，喺我哋生活嘅裏邊有冇啲咩地方係需要悔改嘅呢？可以喺你嘅小組、你嘅團契裏邊揾一次，我哋都可以呢有啲嘅分享自己嘅掙扎或者悔改嘅經歷。喺呢度亦都呢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呢唔太光彩嘅經歷。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就話說呢，就喺2023年嘅時候呢，我就申請按立信義會牧師。咁喺嗰一年嘅裏邊呢，按立唔通過。咁呢對我嚟講呢，係好大嘅打擊，亦都呢好多嘅質疑。因為牧組會都10幾年啊嘛，咁按立唔通過，究竟係我問題定乜呢？好多一啲嘅自責、
自己嗰個嘅控訴，好多時候令到自己懷疑，喂，我過往做嘅究竟係點呢？咁我有冇力繼續去行下一步呢？點樣去走落去呢？哇！嗰種嘅心情好難以形容。亦都好多一啲嘅弟兄姊妹都鼓勵我，同工都好好嘅，就一路嘅去嚟支持，堂會亦都好信任，就繼續嘅去嚟呢支持我申請第二次。當我最失意好幾次都係嘅，我對自己好多嘅質疑，同埋有時都埋怨上帝嘅時候，上帝就用彩虹俾我睇得到佢同我同在。有好幾次都係嘅，即係遲啲有機會嘅時候，再俾你睇下。我影咗一次有個喺啱啱出去返教會嘅時候，就係嗰下好躊躇嘅時候，一望上天空見到條彩虹，就係彩虹為記。喂，其實呢一個我自己都要真係靠住上帝嗰個恩典行過呢段唔容易過嘅路，呢啲嘅考驗，正如今日新約經課都話啦，上帝俾我哋嘅考驗，無非係人能夠承受嘅，佢必然會開條出路。咁我亦都好感恩嘅，喺2024年，亦都係信義會70週年會慶嘅日子呢，就呢被按立為牧師。咁我諗呢一個嘅經驗，呢個嘅體會，都彼此嘅分享。雖然大家可能個共鳴都未必好大，因為冇幾多個弟兄姊妹坐喺下面嘅會有呢啲咁樣嘅體會。但係我想講，每個人都有佢自己一啲嘅掙扎，有啲呢需要呢檢視翻自己內在一啲嘅不足，甚至乎可能係我自己有啲嘢呢自以為是、自以為義嘅地方，求主都憐憫幫助。所以當我哋一個信仰群體一齊走埋一齊嘅時候，除咗去感恩上帝有好大嘅幫助供應之外，同樣嘅亦都可以呢，當弟兄姊妹面對住挑戰、面對住考驗嘅時候，可以一齊嘅同行，透過禱告，透過一齊嘅讀經，透過一齊嘅去嚟呢掙扎嘅時候呢，大家走過呢個信仰嘅路，喺悔改路上面呢，我哋可以行得更安穩。所以今日講悔改，其實更加要強調嘅係上帝嘅恩典，讓我哋每一個都明白神嘅恩典就係我哋悔改最重要嘅一個基礎嚟。你試諗下，當我哋願意去悔，即係懺悔啦、改變嘅時候，上帝係會接納我哋，上帝係會重新嘅去幫助我哋，有呢份嘅恩典。如果唔係否則嘅時候，我哋就徒然嘅。所以講到無論我哋過去有幾咁黑暗都好，有幾咁接納唔到自己都好啦，上帝嘅慈愛寬恕呢，總係敞開。悔改其實亦都係一個呢持續倒空自己一個嘅過程嚟。就我自己為例，好多時候都係喺侍奉裏邊，我哋覺得嗰樣嘢係應該咁做，但係上帝亦都會用好多嘅方法去呢校正我哋嘅焦點，翻到去嗰度。做應該要做嘅事，行應該要行嘅路。我相信喺人生嘅旅程裏邊，人生過程裏邊，不斷嘅都會面對住呢啲嘅張力同挑戰。但我都鼓勵弟兄姊妹不斷嘅喺生命當中騰出一啲空間出嚟，呢啲心靈嘅空間就讓神嘅恩典去填滿呢啲嘅空間，使到我哋自己嘅生命能夠發揮一個正面嘅影響力。因為上帝嘅恩典喺我哋生命當中。我哋可以呢去同人哋分享上帝嗰份嘅愛，我哋都係得蒙赦罪嘅一個群體，得稱為義嘅一個嘅義人，亦都呢好多時候我哋都體會得到，我哋都係100%嘅罪人，因為我哋都好多不足，好多呢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所以呢個旅程其實都真係唔容易，一定好多掙扎。正如馬丁路德常常都強調，我哋喺神面前要悔改。其實就係話俾我哋知，呢個都係我哋作為跟隨耶穌嘅一班嘅門徒、一班信徒自力不生嘅功課，一路要實踐。因為我哋睇到上帝有赦罪之恩，所以我哋心裏邊呢就滿有嗰份嘅盼望，知道生命可以喺上帝手裏邊可以得着轉化、得着潔淨，以至到我哋呢可以呢全然好坦然嘅嚟到上帝面前，可以得到嗰份嘅恩典。所以當我哋做一個嘅意識省察，睇到我哋每日我哋自己知道自己犯罪，願意認罪悔罪離罪嘅時候，就對
罪有更深嘅認識，更加對我哋自己有更多嘅一啲嘅認知，更加重要嘅對上帝嘅恩典有更深嘅體會。當我哋離開罪惡嘅時候，同時間即係邁向恩典再近多一步，亦都係喺嗰個嘅屬靈嘅狀況裏邊，我哋有所一啲嘅提升。呢個都係不斷嘅超越自己。我亦都相信我經歷過按立唔通過呢件嘅事，對我生命裏邊係有裨益嘅，亦都喺當中亦都體會得到上帝嗰個同行。或許呢一個亦都喺我侍奉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事情，讓我體會得到上帝冇放棄我。雖然有時自己可能都質疑緊自己嘅時候，但係上帝亦藉着唔同嘅人同事去嚟呢建立我做緊嘅嘢。所以今日講悔改，其實就係講緊上帝唔係睇人罪多少咧。如果要睇罪多少，根本冇人能夠喺上帝面前可以稱義。你明我？即係所以喺悔改嘅時候，其實就係當我哋人生每一個時刻都係面對住人生，我哋其實看似好有把握。點解呢？你會有計劃㗎嘛？係咪？會計劃啊，嚟緊會去邊度食飯，計劃去邊度旅行，好多計劃，好多預算，好多計劃㗎嘛。但係同一時間，原來人生可以好脆弱嘅，即係人生可以有好多嘢唔係我哋能夠掌握得到嘅。原來一切都喺上帝嘅掌管同埋帶領底下。我哋縱然可以計劃，但係原來上帝係會修剪我哋嗰個計劃，會修訂我哋嘅計劃。當願意被上帝修訂嘅時候，修剪嘅時候，其實就講緊就係上帝仍然嘅冇離棄過我哋，仍然嘅看顧住我哋。佢所愛嘅就會管教我哋，會帶我哋做一啲應該合意嘅事。其實呢啲都係出於上帝對人嗰份嘅寬容啦、忍耐啦。因為好多時候，老實講，我哋都係好不足嘅，好多限制嘅。但上帝仍然用我哋喺佢嘅聖教會當中彼此嘅服侍，去傳福音，將上帝嘅愛、上帝嘅恩典帶俾好多有需要嘅人。當然。喺呢段經文都講，上帝嘅時間係有限嘅。上帝都唔係一個無了期去等待寬容，即係正就係話啦，上帝藉住耶穌基督會再一次駕雲降臨，嗰個榮耀降臨就係審判嘅日子。好多時候話喂，上帝又話耶穌會翻嚟，翻咗咁耐未翻嚟嘅時候，係咪遲咗？係咪唔記得啊？如果按翻新約佢所講嘅時候，上帝其實寬容緊呢個世代，有好多人都未認識耶穌。所以耶穌先至唔返嚟住，一返嚟嘅時候，大家就冇得選擇。所以我哋睇唔睇到呢份嘅迫切？睇唔睇到上帝愛我哋，同時亦都愛社區裏邊好多一啲未認識耶穌嘅人呢？就讓我哋喺呢個預苦期裏邊，真誠嘅好好嘅揾啲時間檢視我哋自己，可能我哋嘅不足，我哋嘅軟弱。甚至乎我哋有啲好多嘅自以為是、自以為義嘅地方，唔好沉溺喺嗰度啦。讓上帝藉着聖靈嘅幫助，讓我哋有呢份勇氣，有呢份嘅決心，去嚟呢行前多一步。今天就讓上帝嘅話幫助我哋，能夠走向悔改呢條路。悔改唔係一次就完嘅，而係持續嘅一路嘅。喺基督裏邊不斷嘅去成長，不斷嘅學習，有時會前，有時會後。但我哋有一班一齊走天路嘅弟兄姊妹，彼此同行嘅時候，彼此激勵，喺悔改道路上邊，我哋可以活出上帝所喜悅嘅生命。願主嘅恩典常與我同在，帶領我哋走咗去更深、更闊嘅道路。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阿門。我哋唱一首回應詩，尋求神的面。
上誰聽着禱告，赦免罪孽，傾出恩典，醫好這地的傷處。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攀身潔淨，願聖靈從頭復興我，翻軟弱成壯健，憂傷得醫治，願這裏彰顯主的國。讓我的子民謙卑禱告，尋覓着我臉，承認他的過犯，立志遠離邪行，我便打開天門，從天上垂聽着禱告，赦免罪孽，傾出恩典，醫好這地的傷痛。讓我們尋求父的臉，我眾罪孽盼主潔淨，願聖靈從頭復興每一個，花園若成壯健，憂傷得醫治，願這裏彰顯主的國。我們喺基督裏邊既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就讓我哋彼此相愛，同心同德，以使徒信經來宣認我哋嘅信仰。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因着聖靈成人，從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上遇難，被釘了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將來要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信的教會，聖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阿門。甘心樂意嘅侍奉係上帝所喜悅嘅。請呢個司事嚟到台前。喺奉獻嘅時候，我哋一同唱詩《星麗太空日耀環宇》。
上帝啊，萬物都係從你而嚟，從你而得嘅。我哋將呢個奉獻都奉獻給你。阿門。家代禱嘅時間，讓我哋全心全意為到上帝嘅兒女同埋世人嘅需要禱告。我哋請冼錦輝弟兄帶領我哋禱告。我係為世界祈禱，慈悲嘅天父，你係掌管萬有嘅，你係掌權嘅，求你都去止息地上嘅紛爭。我就知道有好多戰爭同埋混亂喺當中，求主你都去教曉各國嘅領導人都能夠按你公義行事，亦都為百姓去謀一個福祉，亦都求主有和平喺地上，求你彰顯你一切嘅公義，我係為此祈禱。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我們。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我們。我哋為香港社會祈禱。天父啊，我哋知道我哋香港正係處於呢個經濟不景嘅時候，好多各行各業都面臨一個唔好嘅環境下面。都求主都知道政府都要削減一啲政福利嘅開支，影響到低下市民嘅生活。求你都去教曉領導嘅人能夠為百姓去謀一啲福利。亦都求主去教曉佢哋點樣去開源節流，亦都佢可以保守佢哋知道點樣去善用嘅資源，我哋保守香港能夠去可以慢慢去回復正常。我為此向你祈求。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我們。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我們。都為我哋教會祈禱，慈悲嘅天父，我哋正係物色我哋嘅傳道人，都求主去帶領我哋去物色個合適嘅傳道人喺當中，去帶領教會發展。亦都求主保守我阿香牧師有精神有力量，去按你嘅旨意去牧養教會，叫佢可以有能力咁樣去帶領。亦都求主去醫治劉牧師，知道身體上邊有軟弱嘅，我哋求主去真係去親手去帶領佢，可以醫治佢，叫佢真係可以康復，嚟到再重新去可以喺你嘅侍奉裏面。亦都去帶領各執事們，佢可以有聰明嘅智慧，去每日應付每日嘅教會每嘅事工。求主你都能夠添我哋每一個人都有火熱嘅心，去支持教會嘅工作。我哋為此獻上禱告。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我們。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憐我們。主我們嘅上帝，請悅納你僕人懇切嘅祈求，並以你豐盛嘅慈愛垂憐俯聽你子民嘅禱告，因你聖子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上帝，請賜給我哋勇氣、信心，得以稱你為我們嘅父，並禱告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脱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我請香牧師為我哋祝福。讓我哋同心領受祝福。惟願主賜福與你，保護你；願主用佢面上嘅榮光照你，賜恩與你；願主眷顧你，賜你平安。阿門，阿門，阿門。弟兄姊妹，帶着主賜嘅平安同埋喜樂，信服聖靈嘅引導，到各處作基督和平之子，並為基督嘅過着簡樸節約嘅生活，奉獻教會，幫助鄰舍，傳揚福音，榮耀上帝。我們奉主嘅名，我哋唱散會詩，頌主嘅355首800得力。因耶穌的名，神赦免我；因耶穌的名，我已重生。奉耶穌的名，照他吩咐，我願與你分享他的愛。他說弟兄姊妹早晨，早晨，感謝上帝咧帶住我哋今日整個崇拜聚會，感謝上帝。咁咧就先要多謝陳喬森牧師嚟到我哋當中，嚟到以上帝嘅話語嚟到去幫助我哋啦。咁同埋佢好好分享自己生命裏邊一啲嘅事情，用即係一個生命嘅道嚟到同我哋幫助我哋。多謝你。好，以下落嚟咧有一個報告，咁我哋請盧麗芳姊妹帶
我哋有報告先。好，各位早晨。咁我個報告唔係新嘅報告㗎啦，但係最後嘅報告係啦，因為呢下個星期呢，大家記得呢，我哋有個好熱烈嘅比賽，記唔記得㗎？記唔記得㗎？嚇係啦，有人講咗啦，雅各書嘅聖經問答比賽。咁樣呢，呢個禮拜呢，我稍為乖咗少少呢，我再睇一次雅各書，其實好短嘅啫雅各書。咁所以呢，鼓勵大家。下個星期我哋就留喺度呢，我哋就會聖經問答比賽。我知道有啲團契小組呢已經報咗名㗎啦，個組長。咁但係我唔知啲團員呢知唔知嘅不被通知之下報咗名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係有小組呢，我估計呢，你應該係被報名，係啦，被報名。咁所以呢，既然被報名呢，呢個禮拜就要睇下雅各書㗎啦。咁另外呢，被報名之下呢，亦都呢，我哋會加設公開組嘅。咁公開組呢，即係話呢，你係冇小組嘅話呢，你都可以即場呢組一個隊呢，叫做公開組。咁樣呢，我呢就係家長式嘅，所以呢，你哋都係公開組都係被報名㗎啦，係啦。到時呢，應該如無意外呢，都要搞一組叫做被報名嘅公開組。咁樣呢，就睇下公開組贏啊，定係其他嘅團契小組贏。咁呢，琴日我哋開團宣會嘅時候呢，都講咗㗎啦，點都有少少禮物呢，係會鼓勵大家嘅咁樣。咁所以呢，大家記住呢個禮拜啊，努力咁樣睇雅各書。咁下個禮拜呢，我哋就睇下問答比賽爭霸戰。OK， 咁啊，大家記住下雅各書 OK。係各位係可以係 open book 嘅，可以打開聖經嘅嚇，即係，但係要睇得快嚇，要睇得快係啦。咁啊，大家去温書啦，鼓勵大家。咁如果你唔參賽都唔緊要，唔參賽你可以觀戰嘅，唔係一齊睇下，一齊嚟到去參與下咁樣，係打氣。對唔住，講得咁衰，一齊嚟到打氣。好，跟住落嚟呢，就講完比賽呢，我哋就背一背金句先啦，好嘛？將時間交俾阿嘉希啦。我哋睇翻上個禮拜金句先啦，我哋重温一下。我哋一齊讀兩次先啦，背之前咁温習一下。好，我哋好準備3、2、1。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問有試探。你們心靈固然願意，體卻軟弱。馬可福音14章38節。總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馬可福音14章38節。上次個金句咁短，應該唔難背啊！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咁我哋第3次就大家嘗試下背啦，就孭埋呢個應該成日都講嘅呢句，所以好，我哋嚟試下背啊！好，3、2、1。總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你們心靈固然軟弱，肉體卻軟弱了。馬可福音14章38節。咁睇嚟大家都好成功背到，希望可以記住佢啦。咁我哋就睇下今個禮拜嘅新嘅金句啦。咁我哋都係一齊讀2次啦。好，我哋第一次先啊，準備3、2、1。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應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以賽亞書55章7至上。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應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以賽亞書55章7至上。咁希望大家都記住，下個禮拜就可以一齊背呢句啦。好，唔該晒。咁咧，我哋都收到啲意見啦。過去第1、2次嗰啲金句太長，係咪啊？咁我哋會縮短啲，下一次再短啲，好唔好？下一次再短啲，8個字咁樣，好唔好？對聯用好。
好，請大家打開呢週刊嘅內頁第2頁第5項。咁呢喺4號至到5號，澄清生活營尚餘少量名額，鼓勵大家呢報名重操。咁啊，仲有少量名額啊，咁請大家留意啦。好，另外呢就應該係第3頁嘅第7項，3頁嘅第7項嚟緊呢，我哋都而家我已經進入咗預苦期啦。喺4月13號開始呢，其實我哋進入咗聖週。聖週嘅意思呢，其實我哋就準備進入呢主耶穌最釘十字架嗰個時間，同埋佢復活嘅時間。咁所以4月13號呢，我哋會有棕枝主日嘅崇拜啦。咁另外呢，咁就喺本堂舉行嘅。另外4月17號，咁就係夜晚嗰個係星期4嘅晚上8點鐘喺天恩堂呢，我哋會有一個全葵青漁區嘅立聖餐晚嘅聯合崇拜，咁就喺天恩堂舉行嘅。咁如果大家時間方便嘅時候呢，都鼓勵大家一齊嚟去參加。另外呢，喺4月18號，即係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嗰一日，我哋就會有一個受難日嘅默想嘅聚會。咁個時間呢，就會喺早上嘅11點喺我哋自己堂會嚟到舉行。11點大概到12點半到啦，11點大概到12點半，都歡迎大家嚟到去參加嘅。咁最後就4月20號啦，咁就係復活節嘅感恩崇拜啦。咁呢幾個日子都請大家嚟到去紀念啦，同埋呢都踴躍嚟到去參加。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應該係第8項，咁呢就係啦，呢個就係神學院佢哋有一個週年嘅聖樂崇拜，咁就喺4月11號星期五晚嘅4月11號星期五晚。好，咁我哋睇下第8項先，本堂消息嘅第8項有冇？係冇第8項嘅，唔好意思。好，大家週刊內頁嘅第8項係啦，週刊嘅內頁第8項，蕭平幹事放假嘅今日，咁所以呢，你今日翻到嚟呢係見唔到佢嘅，咁你見到我呢特別緊張，因為呢佢應該係啱禮拜5到下個禮拜4咁就放假嘅，咁放大假，咁佢大概應該係禮拜5或者禮拜6就翻嚟㗎啦，係啦，下個嚟緊個禮拜，咁所以呢段時間如果你有啲咩需要呢，咁你都可以直接聯絡我嘅，好嘛？好，咁最後一個唔係最後兩個。最後兩個呢，就係嚟緊喺下個禮拜就係聖經問答比賽啦。再下一個禮拜就4月6號，4月第一個禮拜。咁以勒團契嘅老友記們，咁啊請大家留意啦。咁呢，我哋嗰一日呢，我哋就請到一個弟兄，咁呢就教我哋一啲新興嘅運動，就係叫做布袋球，係啊。咁呢就係啦，我哋會喺呢個地方嚟到玩嘅，咁啊。即係佢即係有人提我，佢話原來咧呢啲導師咧係出邊要請翻嚟㗎。咁呢個弟兄就話好好啊，佢自己話佢可以教我哋。咁所以咧都歡迎弟兄姊妹嚟到參加。咁啊以勒團契嘅，咁就4月6號4月第一個禮拜。咁完咗崇拜之後，我諗大概個零鐘咯，係啦，大概個零鐘喺呢個時間。咁啊如果你有興趣咧，都預留時間一齊嚟到參加，好嘛？好，最後一個報告。咁就喺週刊內頁嘅第3頁嘅第6項，林慈松香姊妹嗰個嘅安息禮拜嗰個安排，咁就會喺4月2號應該係星期3嘅早上11點喺瑪嘉烈醫院，佢裏邊有一個小禮堂嗰度嚟到舉行嘅。安息禮完咗之後呢，咁就靈柩會奉移到嗰個沙田嘅富山火葬場舉行火葬禮嘅。如果弟兄姊妹呢，我諗大家都識阿文權咯，好多人都會識阿文權，咁大家都可以為佢哋嚟到去祈禱啦，咁都求主嚟到去安慰佢哋，係啦。好，有冇其他嘅報告事項？好，如果冇呢，我哋默禱之後，我哋散會。好，今日崇拜到呢一度，我哋可以自由散會。